欢迎收听5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4章18到22节。路得记4章18到22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1章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是谁说的话呢？这是保罗说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的一段话。他讲到他原来是这个罪人中犯最大的罪的那个人，他原来是自以为义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光照他的生命，叫他的生命大大的转向，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透过他生命的这个转向，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这美好的见证，给后来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也是保罗自己生命所期待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路得记4章18节开始是一个家谱，家谱象征着生命传承的连结和归属。我们也透过家谱会知道彼此的关系，还有这世代传承的这个痕迹。然而每一个人名在家谱上面其实都蕴含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意义。在这个家谱里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法勒斯一直到大卫。不管是大卫的家谱，或者后来我们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看见的耶稣的家谱，其实在这家谱当中都在述说着上帝恩典的轨迹。法勒斯第一个名字很有可能若没有他玛信心的行动，这个家谱就不存在了。然而上帝的恩典透过他玛愿意想办法让犹大有了后裔，上帝接纳了这个在人看来是乱伦，在人看来是很不知道如何形容，特别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很难理解那个世代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文化。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是跨越这些人的限制，人的道德，甚至胜过人自己认为在当时代的文化规范。接着我们看见的是在今天经文当中，这个路得记的男主角波阿斯他的妈妈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在约书亚记里面很有名的人，他叫做喇合。当约书亚派探子去到耶利哥城，去那里就是去探虚实的时候，是喇合这个妓女，她接待了2个探子，并且在那个过程中跟他们约定，她相信上帝胜于相信在耶利哥城这时候的一些神明或偶像。他们约定，若是他们来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必须要救喇合一家人。上帝也透过喇合对他的相信，让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真的就是将喇合一家人救出。喇合从一个外邦人成为一个归信上帝的外邦人。然而上帝并没有因着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因着你是这个信主或不信主的，他的恩典就没有临到你的身上。他让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都来经历他的恩典。喇合从撒门就生了波阿斯，所以后来波阿斯娶一个摩押女子路得，好像在这里就不难想象了。然而波阿斯的生命也让我们看见他的善待他的愿意付上代价来接纳拿俄米和路得一家人。上帝更是赐福在他接下来的生命当中。也就是从这个家谱我们看见，原来这是大卫王的家谱原来这是之后耶稣基督的家谱
原来在人看来，原本是要失去盼望、没有生命、没有未来路可走的拿俄米和路得，因着波阿斯、路得、拿俄米彼此舍己委身的爱，上帝的恩典继续延续在其中，而且上帝的恩典也继续透过大卫、透过耶稣基督，如今这样的祝福也临到你跟我的身上。当我们在看到这家谱的时候，不仅是看见这些人的丰功伟业，更是看见在这些人生命当中的缺乏和经历上帝的恩典，也看见上帝如果没有要传承这些生命，他们怎么能传得下去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继续传承这些生命的故事给后人，不是吗？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路得记让人看见原来没有生命的，却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持续的传承生命，而且这生命不仅是传承肉体的生命，更是在未来有一个救恩的计划，是要传承那永恒的生命。如今的你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归入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一起参与在这个救恩的大家庭里面呢？而我们如果已经受洗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继续来谱写这个家谱，继续让这个家谱开枝散叶，传承福音的故事，来延续，来祝福属灵的后代呢？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持续在你我的家中，持续在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庭当中继续开枝散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见证那蒙恩的轨迹，透过原来会绝后的，透过原来没有未来道路可走的，透过好像要断了自己的后路的，主啊，你都让我们看见，因着你的怜悯，我们能够持续的在这蒙恩的轨迹、蒙恩的家谱中有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愿意每一个人得救，你愿意让我们因着信耶稣成为你的家人，更是赏赐我们不仅是在肉体的生命上来蒙福，更是在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当中来蒙福。恳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跟恩典，也让我们愿意来回应，用受洗归入主你的名下，继续加入在主你这恩典的大家庭中，也帮助我们不仅是自己来领受，更是愿意起来传承福音的故事，来祝福接下来的这些属灵的后代，祝福这些还没听过你名的人，也来祝福这些需要福音的人。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家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的赐福临到你和你的家人，还有身边的人，一起都来加入耶稣基督的大家庭，一起来写出这美好的家谱。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